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在周一的早晨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。愿上帝带领我们，愿上帝帮助我们。在今天，我们要透过这首诗歌《我是主羊》，或许对你来讲是熟悉，或许是不熟悉的诗歌，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。我是主羊。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，也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，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。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，我是主羊。青草地溪水旁，黄昏时有主与我同行。黑暗夜路崎岖，一步一步随主行。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，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。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，我是主羊。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，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。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，我是主羊。青草地溪水旁，黄昏时有主与我同行。黑暗夜路崎岖，一步一步随主行。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，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。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，我是主羊。青草地溪水旁，黄昏时有主与我同行。黑暗夜路崎岖，一步一步随主行。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，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。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，我是主羊。我是主羊，我是主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。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羊，我们是主的羊。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持续的带领。主，愿我们的生命有你的同在。主啊，就像这首诗歌说的，你带领我们来到青草地溪水旁，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在。在牧场上的每一只羊，你都看顾，你都保守，让我们有草吃，有水喝，让我们都强壮。主啊，不论在青草地或溪水旁，在死荫幽谷，在高山峻岭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主你的脚步来走。主，恳求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。
现在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主你的恩典与带领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5月27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21章第17节到第29节。列王纪上第21章第17节到第29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上主对提比斯人以利亚先知说：“到撒玛利亚的亚哈王那里去。你会在拿伯的葡萄园遇见他，他正要霸占那个葡萄园。你去告诉他，我上主对他说：你杀了人，还想霸占他的产业吗？告诉他，我这样说：狗在什么地方舔拿伯的血，也要在那里舔你的血。”亚哈见到以利亚，就说：“我的冤家，你找到我了。”以利亚回答：“不错，我找到你了。你存心做上主看为喜恶的事，因此上主对你说：我要降灾祸给你，要除灭你和你家族所有的男人，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，都要除灭尽。你家要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家王的家一样，也要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王的家一样。因为你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，激怒了我。至于耶洗别，上主说，狗要在耶斯列城吃他的尸体。你的亲属死在城里的，要被狗吃掉；死在郊外的，要被飞鸟吃掉。没有人像亚哈那样存心做上主看为喜恶的事，这都是由于他妻子耶洗别的煽惑。上主曾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亚摩利人赶出这地方，亚哈却跟亚摩利人一样去拜偶像，犯了最可恶的罪。以利亚说完的话，亚哈就撕裂衣服，脱下来，穿上麻衣。他不吃东西，穿着麻衣睡觉，又腿上地走来走去。上主对以利亚先知说：你有没有看见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谦卑？因为这样，我不在他活着的日子降灾祸，我要在他儿子执政的时候降灾害给亚哈的家族。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纪上第21章第17节到第29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这几天的经文当中，可以让我们去看到这样的事情在发生，在这样不公义的事情在发生。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会怎么样去看待？怎么去面对？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其实也常常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在这里面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看今天经文的时候，也就是这样不公义的事情在发生，上帝看见，这也是我们的信仰在面对的。我们是那一个做不公义事情的人，还是那一个为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人？我们很多时候选择成为那一个旁观的人。但是以前到现在，我们也常常在说，教会要成为这世代的先知，也就是在当中我们所领受的，我们就要去实践出来。在当中我们所面对的这些事情，我们透过信仰来发生。所以在以利亚所做的，其实也常常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去实践的。也因此，我们从以前到现在，也常常都在讲，基督徒、基督的教会，不是哪一个政党，而是从信仰发生的一个信仰团体。看到那些不公义的，即使这个政府是你的好朋友，我们看到这许多先知也是如此。其实他们很懂王，或者说王也很懂先知。然而在不对的事情当中，就要指出来。我们需要像拿单一样，看见大卫做错的事情，要向他指出来。像以利亚这样子，看见亚哈所做那错误的事情，得罪上主的事情，就要大胆的来讲出来。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如此。当我们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上帝要我们去做的，然后实践出来，然后发生。所以说发生跟实践，看上帝要我们在当中怎么样去回应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拿伯他的回应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，但是却是得罪了王跟王后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上帝对提斯比人以利亚先知说，上帝下了一个命令，要以利亚去做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就是如此，上帝要他去做什么，要他去说什么，他就要顺服的去做。我们看以利亚就是如此，上帝这样使用他，他也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回应，去实践。这边说到撒玛利亚的亚哈王那里去，你会在拿伯的葡萄园遇见他，他正要霸占那葡萄园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前面的经文讲到说，拿伯的这块葡萄园，亚哈王很喜欢，他很想要。所以他说要去跟拿伯要，跟他买的时候，其实拿伯都不要，这是我们的祖传的地方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地方，这是怎么样？其实对他们来讲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所以对拿伯来讲，他不可能给他，他不可能卖给他。他就这样忧忧愁愁的回去之后，我们看到耶洗别，当他看见丈夫这样忧愁的时候，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就跟他说了。在这过程当中，耶洗别也是这样看到，哇，这块地王要，你为什么不要？这也就是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想要王的时候，上帝也跟他们警告，你们的地方就会成为王的地方，他要什么你们都要给他，你们便会变成他的仆人。所以在这当中，如果好的实践的方面的话，会造就这整个国家很棒的发展。但是如果有私心，就像亚哈跟耶洗别一样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危机，造成很大的灾难临到。所以在前面这样事件之后，我们看到接下来上帝跟以利亚讲，也就是这事情准备要发生了，要他到撒玛利亚
的亚哈王那里去，你会在拿伯的葡萄园遇见他。所以在当中，在路边，在这条路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遇见亚哈王。亚哈王在干嘛？他正要霸占拿伯的葡萄园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在我们在过程当中，上帝已经预言给以利亚知道，当你在这条路过去的时候，你就会遇见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正在发生，这不公义的事情正在发生。所以你要去实行，你要去实践。你看到这样不公义的事情，当他们在霸占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做？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他这样去的时候，他正要霸占那块葡萄园。当他霸占的时候要做什么呢？上帝感动他说，你去告诉他，我上主对他说的，你杀了人还想霸占他的产业吗？所以这是上帝要对亚哈讲的，你杀了人，你杀了拿伯，然后接下来你还要霸占他的土地吗？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做什么。你是站在哪一个位置？你是站在旁观者，还是站在亚哈，还是站在拿伯的位置，还是站在以利亚的位置？许多时候我们比较会讲话的时候是什么？是你被侵占的，但是很多时候你也没办法讲话，你不敢讲，甚至像拿伯一样，生命已经没有了，那还要讲什么呢？所以当中让我们看见事情就这样在发生，在这样的不公义的事情当中正在发生。所以上帝要以利亚去跟亚哈王讲说，你杀了人，上帝是知道的，你要霸占那个产业，上帝也是知道的。所以你杀了人还想霸占他的产业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也是如此。所以带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后续的惩罚？其实我们看到在列王纪当中的一些惩罚讲法都很类似。他在讲的是说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上帝要惩罚你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这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对台湾人来讲，都是一个很大的惩罚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让你不得好死。所以当中在讲的就是，当你死在城内的这些人，你家族当中死在城内的这些人会被狗吃掉，死在城外的会被鸟吃掉，也就是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你在什么地方杀拿伯，你就要在那边流你的血，也就是血债血还，血债血偿。因此在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知道我们所做的，上帝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在做些不好的事情，上帝都知道。因此上帝也使用一些人来回应，甚至是回击这些事情。来到新约的时候，许多时候我们也会喜欢用一段经文，就是说听凭主怒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让上帝来出手。我们看到拿伯的事件也是如此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苦难言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，王都这样出手了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？我已经拒绝他了，他要把我们生命杀死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只能这样子。然而在这做的事情当中，上帝都知道，上帝都知道。因此在这些事情里面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听凭主怒。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也难以承受。所以圣经里面也讲到说，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祷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不出话来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回应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动用资源，我们也甚至已经难过到不知道怎么祷告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还说的，要让我们把这些事情交在上帝手中，听凭主怒，让上帝来处理，让圣灵在当中亲自来动工。所以在当中他讲到说，这样惩罚狗在什么地方舔拿伯的血，也要在那里舔你的血。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他所遭遇的也是你所遭遇的，他要面对什么事情，你也
要面对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上帝要以利亚去找亚哈王，去讲这些事情。当我们在看到这边的时候，会不会发现亚哈王如果看见以利亚的时候，应该会又发现又有事情发生了，又来阻挡我了，又要怎么样了？所以他心里面应该会觉得，只要以利亚出现就没好事，只要以利亚出现就没好事。有没有可能就是如此？因为你常爱做坏事，所以当牧师出现的时候，是不是你也会觉得牧师出现一定没有好事？我知道有一群人也是如此，当我出现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糟了，没好事。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参加某个群体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这个人是牧师，他们会觉得糟了，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牧师挡在外面。后续发现，对，没错，因为他们要用那个协会，要用那个组织去办很多庙宇的活动，他们去骑脚踏车去参访很多庙宇，他们办很多活动，他们就是要运用那个组织去办他们的。所以牧师出现，一定是对他们来讲是碍事。所以在我们看到这景象也是如此，亚哈王看见以利亚出现，就觉得是碍事，一定没有好事情发生。这边我们看到亚哈见到以利亚就是如此，他说：“我的冤家，你找到我了。”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可以多去想想，可能我们用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念法、不同的想法，会带出不同的感受。他有没有可能会觉得你又来了被你找到了我要做这件事情被你发现，这种感觉也很像小孩子一样，他在做一些事情，然后被妈妈发现了。就像其实我们在脸书看朋友的一些脸书，应该也会常会看到，有些家长就会提到说，突然间感觉我们家很安静而且那种安静可能是不止10分钟，可能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。平常小孩子都会3不5时爸爸妈妈陪我什么之类的，突然间那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，孩子非常的安静。很多爸妈在这时候突然间发现孩子安静了许久，常心里面就会觉得大事不妙，是不是又怎么了？然后就会看到孩子在床上玩水，或者说怎么样的，玩枕头玩得很开心，玩什么的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会觉得是破坏，孩子他会玩得很开心。我们常常会这样觉得，又发生什么事？而在那当下，孩子发现父母出现了，心里面应该会惊了一下，就像这样子，你找到我了，惊了一下。这边的以利亚说：“不错，我找到你了，你存心做上主看为邪恶的事。”是不是这也是很像爸妈在讲的？我发现你了，你又在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，你又在做那些奇怪的事情了，你又在捣蛋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，我们也常是在这亚哈的位置做这样的事情，当被看见了、被发现了，我们常常极力的找了很多的理由去搪塞，也可能用很多的方式去遮掩。当我们在看到这世代、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许多事情，也确实是如此。很多人做了很糟糕的事情、邪恶的事情，怕被人发现，而被发现的时候，这也是我们常在看的，不管是电影或剧里面常在发生的。剧里面常常说要杀人灭口，不让这个人发现，不让这个人知道，不让他去跟许多人讲。所以他这边想要说，不错，我找到你了，你存心做上主看为邪恶的事。因此上主对你说，我要降灾祸给你，要除灭你和你家族所有的男人，无论是自由或不自由的，都要除灭，都要灭尽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惩罚临到，在讲到说你做这样的事情，你做这邪恶的事情，上帝的惩罚要临到你，
我要降灾祸给你。这灾祸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承担，是你整个家族，从你开始，你整个家族都要去承担。所以上帝的惩罚常常是从这个人开始往下去算，都要承担，甚至有可能往上去推，你父亲下来的这些家族都要去承担。所以他这边在说，要除灭你和你家族所有的男人，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，都要除灭。无论是自由的，或者是成为那奴隶的，都要除尽，不留下任何一个。这也是台湾或中国在讲的抄家灭族。你这支族，你这家族就没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你犯了罪，所以你家要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，也要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王的家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，激怒了我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如此。他带领着以色列人，他影响了以色列人，因为他引进了巴力，引进了亚斯他路，所以他做这些事情，影响了整个以色列家族，以色列这个国家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如此，这样影响甚大，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因此上帝不只是看这个人而已，是看这整个国家，整个家族。这整个家族影响了这整个国家，带领人一起沦陷。这回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看，是不是也是如此？当我们带领人一起沦陷，带领人一起犯罪，带领人一起离开上帝，去拜别的神，上帝知道这样的过程，是不是上帝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惩罚你？所以他说，因为你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，激怒了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块？是不是你也在做这样的事情？所以在当中最大的惩罚是如此。而且前面讲到说，你会像拿伯一样，狗在哪里舔拿伯的血，也要在哪里舔你的，也就是他怎么死，你也要怎么死。至于你的太太耶洗碧，上主说，狗要在耶斯列城吃他的尸体。如果我们往后看，后面的经文也讲到耶洗碧怎么死的，死状也不是很好，也确实照着这句话所说的，狗要在耶斯列城吃他的尸体。所以这样的惩罚就临到他们夫妻，临到他们这整个家族。因为前面那一句讲的，你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，激怒了我，所以你们夫妻不得好死。你的亲属死在城里的要被狗吃，死在郊外的要被飞鸟吃掉。所以当中从你以下的这些人都一样，都要来面对这样的惩罚，这样的事情都会临到你们。所以你们准备来承担这一些吧，这些事情都要临到你们。这边有个注解在讲到说，没有人像亚哈那样存心做上主看为喜悦的事情，这都是由他妻子耶洗碧的散祸。也就是在当中我们看到，有可能包含了他把巴力引进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把亚斯他路引进这个国家，这都是他的太太煽动的，这是他太太诱惑的。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发生了许多事情，他们两个会被绑在一起，也就是他们一起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看到之前以利亚跟那450个先知的事情，巴力的先知的事情，或许亚哈的心这么动摇了一下。在前面那2场战役当中，有可能亚哈的心也动摇了一下，但是因着他的太太耶洗碧，在拿伯这件事情当中，再一次的又煽动他，诱惑他，帮助他。
帮助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但是在这当中也杀了人，去掠夺了拿伯的东西。这不也就是十诫里面的其中一条吗？不可贪爱你邻居的东西，一切的东西，不管他们家的人、他们家的仆人、他们的产业，都不可去贪心贪爱这些。而耶洗别给他的策略就是如此。所以这边也讲到说，上主曾在以色列人面前把亚摩利人赶出这个地方，亚哈却跟亚摩利人一样去拜偶像，犯了最可恶的罪，而且把巴力跟亚斯他录女神带进以色列当中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亚哈王的心，某个程度是柔软的，所以在这一次当中，当以利亚说完了，在这边讲到说，亚哈就撕裂衣服，脱下来，穿上麻衣。这边提到说，他不吃东西，然后穿着麻衣睡觉，又颓丧的走来走去。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可能心里面也会觉得完了。在这些事情当中，我相信他生命里面，他的脑海里面闪过前面那几个事件，前面那个献祭的事件，那450个巴力先知所遇到的事情，他可能闪过去了。在前面那2场战役的事情，也可能在他脑海当中又浮现出来。而在当中，上帝透过以利亚来对他说话，而且也让他去听到他所做的得罪了上帝，上帝要惩罚他。拿伯所遇到的也是他所要遇到的，他的太太也要遭遇这些事情，而且他的家族，他这个家族也要面对到死在城内的被狗吃，死在城外的被鸟吃。也就是从他开始跟他的太太开始，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亚哈就撕裂衣服，脱下来，穿上麻衣。他不吃东西，穿着麻衣睡觉，又颓丧的走来走去，对他来讲很焦虑、很担忧、很害怕。所以当他面对到这样事情的时候，他很恐惧，所以他也想要赶快求上帝的饶恕。有没有可能，这惩罚不要临到我们？这惩罚不要临到我们。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，这样来求。或许他没有到上主的祭坛，他没有去做那献祭的事情，但是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他撕裂了他的衣服，那种就很像是你的心被撕裂了，撕裂了，脱了下来，换穿麻衣。这个用我们台湾人来看的话，是不是另外一种的披麻戴孝？这时候先难过，这时候先痛悔，不要未来的时候要去面对那一块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穿上了麻衣，不吃不喝，他穿着麻衣睡觉，他很焦虑的走来走去，很颓丧的走来走去。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上帝是有看见，上帝是会听人的祷告。这边讲到说，上帝对以利亚说，对他这样讲，你有没有看见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谦卑？因为这样，我不在他活着的日子这样灾祸。很多人会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会觉得哇，上帝真的是烂好人。每次我们只要认罪悔改，就会这样子，然后接着又犯罪，然后认罪悔改又犯罪。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上帝是烂好人，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很多人都是这样利用上帝，但是有很多人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还有这样的机会。我相信亚哈也是这样子，我想他的心也是柔软的。或许他去拜了巴力跟亚斯他录，但是当他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害怕，他也求上帝赦免，而上帝确实让他的惩罚减缓了。
他说我不在他活着的日子降灾祸，但是我要在他儿子执政的时候，这灾祸还是要临到他。就像以前在讲的，以前戏里面常常说死罪难免，活罪难逃。当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该惩罚的还是要惩罚。就像我们对小孩一样，我们可以轻一点，但是我们该教还是要教，我们该惩罚还是要惩罚。我们让他知道你做错了事情，而不是在当中让他觉得父母无所谓。上帝也是不会让你觉得无所谓，让以利亚来对他说话。因此我们看到在那个当下，亚哈王遇见这么多事件之后，他也很担忧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灾祸临到，而上帝也将这样的灾祸往后推演了，也将这样的灾祸、这样的惩罚降低了一些。在这经文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面对的这些，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也让我们去想：你要一直做这样的事情吗？我们常常得罪上帝，我们常常在许多事情当中，在做这许多事情，得罪了上帝。在我们台湾里面，有没有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事件在发生？在过去，在现在，在21章的经文当中，也让我想到，在几十年前这样的故事，或许我们可以去查验一下。在讲到说，在过去2讲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在为着他们的陵寝、他们未来的坟墓在找地方，也曾经他们出手了高雄锡安山，在那块土地当时也有很强烈的一个抗争。那时候的总统也想要那块土地，所以他也动用他的人想要去抢夺。其实这样的事情在现代也屡见不鲜，也一样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，一样有很多人在抢夺别人的东西。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？这样的东西，当我们在看10诫的时候，其实讲得很清楚，别人的家、别人的土地、别人的太太、别人的孩子、别人的所有的产业都包含在里面。你有没有贪爱？有没有贪心？这一些过去的政府、现在政府，过去的人、现在的人，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亚哈王跟耶洗别，再往前看到大卫所犯的那件事情也是如此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每个人都会这样犯错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实悔改？当然真实悔改前面是不是我们都不要去犯这样的错，让我们更加的纯粹的，让我们洁净的圣洁来到上帝面前。不要让我们得罪上帝之后才说不要。我们常常说别人不知道没关系，但是上帝知道啊。在拿伯这件事情，有可能只有耶洗别跟亚哈王知道，但是这当中上帝也明白、清楚了解，所以他叫以利亚去处理这件事情。我们可能也会像大卫一样犯了个错，后续用了很多方式去遮掩这个错，但是后续所做的那些是越做越离谱。我们生命有可能也就是如此，越做越离谱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去思想上帝有没有让你唤起了你某些记忆，在当中去想到了，在生命里面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离谱的事情，做了很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。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再回到上帝面前，回到今天的经文来默想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上帝说了什么？上帝对你说了什么？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经文，有许多的提醒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有可能我们会陷入在那当中，被别人错误的对待，或者是我们也陷入在那不公义里面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你。或许那么一丁点的怜悯也好，就像亚哈王一样，领受了那一些上帝的恩典与怜悯，那些惩罚的力道降低了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实的领受你的话语、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不陷入在当中去伤害、去损害，甚至不带领人陷入在那罪中。主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在那里面，得罪了你。主，当我们在看到列王纪这当中，一直想到这些北国以色列王，从耶罗波安一直到亚哈王，一直在得罪你，一直陷入在那罪当中，甚至也带领以色列人一起陷入在那罪里面。主啊，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，也帮助我们不陷入在那罪当中，
也不影响其他的人也跟我们一起陷入罪里面，或者是也不跟着别人一起陷入罪当中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学习像以利亚一样，当我们在读经祷告当中领受，当主你要我们怎么去做，我们就跟着去做，我们跟着你的脚步来走，跟着我们当行的路来做。主啊，面对那不公义的事情，让我们愿意站出来发声。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力量微小，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依靠你，让我们依靠你。就像前面那2场战役一样，人或许非常的少，但是因着主你的同在，他们得以胜过其他那些国家。主啊，也要让我们去经历这一些，不是看自己微小，而是像大卫一样，我靠着的是我后面的耶和华上帝，我所倚靠的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现在台湾的情势、台湾的状况，也愿我们的教会持续的像以前一样，你对我们的呼召，让我们成为这世代的先知。面对这不公义的情况，我们大胆的站出来，大胆的发声，回到信仰里面，再站出来。主啊，你要让我们成为世人的灯塔，这灯塔不是我们，是教会，这光是你，去照在这黑暗的地方，让我们行在光中。主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领受，悦纳我们在当中的摆上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一天都来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